即卖也阁有87万个青年咧纳当初读册时阵所借的助学的贷款。人力银行的调查，若是一个学生平均的助学的贷款20万，伊薪水28000来推算，爱无食无啉7个月才还会了。加在政府为旧年开始推动新的还钱的方式，安尼负担就会当较减轻咯。 毕业已经10年的 Alice 认真工作，因为伊知影讲这份薪水对伊来讲真重要，就要来支付70万的就学贷款。已经还了大概10年吧，然后还有大概10几年、20年要还。它其实利息真的够低，只是你就会觉得说，好像身上还是一直有一个负债。一个月还3000几块，虽然无济，也毋过感觉总是还袂了。 教育部表示讲，目前有超过87万人有学贷压力。以现行规定，就业贷款的申请资格条件是家庭年所得120万以下高中职以上学生，申贷范围包括学杂费、实习费、车费用、甲大费用等等。考虑到少年人毕业后开始上班、工作，甲财务压力较沉重，去年政府开始推动加纳纳利息、免纳本金以及放宽规定，会使提出4年加纳纳利息的申请，以1学期学费5万块来讲，8学期贷款40万，8年本息。 就要一个月还4364块，若是申请4年，加纳纳利息无纳本金，每一个月利息负担降为383块。本来申请4年加纳纳利息的资格嘛，为进前平均每个月薪水较无3万块，放宽到35000块。我们本来就有一些还款的措施，包含就是缓缴本金跟延长还款年限。这年9月的时候，我们透过修正了我们的就是就学贷款的相关规定，去提出了受惠人数大概是50万人左右。 还缴期间，这个学贷组完全免烦恼利息的问题，由政府编列预算来斗3工，就是希望讲申请学贷会使实际减轻学生的负担，毋是变成因沉重的重担。